刘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有看到我行程挂这个228的一个徽章这是对北美基督教会的妇女会、台湾基督教会妇女会所做的一个徽章，也是敢若伫咱美国、伫加拿大拢有伫228的时阵，咱把这个徽章来纪念。咱外面所在也阁有，咱意爱来伫这段时间内底，咱会通将伊挂伫咱的行程，代表咱对台湾的孝念甲纪念。拄则咱所听马可福音书第2章11节到12节，这段经文甲咱讲一个不知温馨的一个故事。有4个朋友，因用信心的行动，将一个半身不遂的人带到伫耶稣的面前。因安尼做，是因为深信，我着将阮的朋友来带到伫耶稣的面前，会通有好的代志通发生。出于友谊，也出于信心，因来做这项事。但耶稣看起因的信心，耶稣有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少年人，若是英文讲细囝，你的罪得到赦免。但无拍算耶稣讲这句话，引起争论。耶稣到底是啥物人？凭啥物安尼讲话？有人认定耶稣无应该安尼讲话，甚至认为耶稣安尼讲是咧亵渎上帝。这个人的批评敢有道理？面对这种的批评，耶稣安怎回应？这是咱今仔日通过马可福音书这卷福音书的册，这段的经文，咱同齐来深入来了解，到底这段经文要甲咱讲啥物话？一个人半身不遂，通好讲是悲哀的代志。我做一个牧者，常常会拄到这款的兄弟，因为中风，所以无法度行动。无法度行动的人，心内有讲袂出的艰苦。总是这不代表讲，伊就爱放弃愿望。伊的身躯袂通行动，伊的心也搁咧行动。伊的心相信，若是有机会，耶稣会通医治伊。伊的信心表现伫伊愿意克服身体的困难，来到伫耶稣面前来寻求帮助。这个半身不遂的人，伊有好运，就是伊毋是孤单家己一个人，伊有4个朋友，4个有信心坚定的朋友。这4个朋友听见耶稣伫一个厝内底咧讲道，因决定将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来带到伫耶稣的面前。这个半身不遂的人袂通行路，所以这4个朋友要做伊的脚，帮助伊来行路，会通到主的面前。信心毋是干那咱一种心理的状态，信心嘛毋是干咱头壳一种的理念，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行动。我故事讲了非常的好，你的身躯若无有灵魂是死的，同款你的信心若无有行为是死的。信心是通过外在的行动来显明伊内在的真实。若无有具体的行为，信心有可能是假的，有可能是死的。这4位有信心的朋友，看见的这个半身不遂的朋友拄着困难，因要来帮助因。总是当因要做这样代志的时阵，因嘛拄着困难。当因将这个半身不遂的人带到伫耶稣咧讲道迄个厝的时阵，内面已经拢是人，包括门口也拢是人，一人要上近耶稣，所以因拄着困难，因无法度将这个朋友带入到伫厝内底来见耶稣。因拄着困难，但是因无就放弃。咱有信心在做代志。有的时阵，咱会拄着困难，拄着阻挡。这个困难甲阻挡的出现，有的时阵是要考验咱的信心是毋是有够野的坚定，咱的信心
是毋是有够野的韧性？若是咱拄着一个困难，咱就打退堂鼓，咱就放弃，这是咧显明咱信心无够坚定，无够韧性。但因所拄着这个困难，并无互因拍败，反倒当激发因要来做一个更较积极的代志。因爬去哩厝顶，因将这个厝顶拆一个坑，然后将这个半身不遂的人，甲着伊的床铺，同齐甲伊对顶面推落去下面。信心的行动是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用其他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，继续来往前进一步。真实的信心，拢是咧催逼咱，搁往头前来行一步，唔通互咱这个困难甲咱阻碍。当巴勒斯坦地区在犹太人因所住的厝，当初时是非常的特别。外面的所在有楼梯，楼梯无伫内面。因的厝顶是平的，通常有3层的结构。甲伊家庭是用这个草干仔树，也是较大枝的树枝来做这个厝顶的这个这个栋梁啊。然后伫中间的所在铺一寡芦苇，也是较幼的这个树枝。然后甲顶面的所在铺大草，甲着一寡幼竹。所以这款的厝顶的结构，你若要挖一个坑，并唔是非常的困难。所以这4个朋友因想的办法，就是将这个厝顶甲伊挖一个坑，然后将这个朋友甲伊推落去对顶面的所在，甲伊推落去到伫厝内底。因做这个行动，不只有破坏力，讲将人的厝顶拢共拆了啊，总是因的信心的行动。也不只有创造性，因创造一个机会，互这个朋友会通甲耶稣相拄的机会。信心有的时阵是非常个人性的，是你个人的信心。总是信心有的时阵是一个群体。这4个朋友的行动显明信心的群体性，因甲一个半身不遂的人同齐来显明因对耶稣的信心。说使恁有一寡有信心属灵的朋友，当你信心软者的时阵，当你人生拄着困难的时阵，这个属灵的朋友会通成做你的一个溃烂。上帝创造亚当的时阵，捌讲一句话，伊讲这个人家己一个无好。咱的信仰生活有需要一寡属灵的朋友，若是有坚定信心的属灵的朋友，这通讲是你人生中间足大一个祝福。当你家己本身也是会通成做有坚定信心的朋友的时阵，你嘛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有一条诗歌，我真爱吟，也常常咧吟。这条诗歌讲：有人在替你祈祷，有人在替你祈祷。咱中间有一个史怀哲弟兄，听讲这条诗歌是伊妹妹还是姐姐咧吟，非常的好听。咱会当伫 YouTube 会通听到这条诗歌。这条诗歌的歌词内容安尼讲：是毋是你的祈祷渐渐溃烂要无？你流目屎伤心，亲像雨水咧滴。主会通了解你实在的情形，伊会吩咐别人替你祈祷。是毋是你的外在环境充满了试炼甲烦恼，亲像啥物货？亲像船驶到伫大海，危险失踪。迄个时阵，有人暗中在替你祈祷，你着安静，主要使你平安。有人在替你祈祷，有时阵你寂寞孤单，内心失志，真绝望。你爱记得一项事，有人在替你祈祷。咱检菜无需要亲像这4位朋友。从厝顶甲拆一个坑，今仔日咱可能真困难，厝顶拆一个坑。总是咱真做人有信心的朋友的时阵，咱会通做一项事，通过祈祷，将这个人带到伫主的面前。当耶稣看起这个半身不遂的人，甲着伊4个朋友，用积极的行动来显明因的信心。耶稣看到因的信心。
兄弟姊妹，福音书内面常常咧讲一项事：耶稣若要看你这个人，伊所要先看到是啥物货？伊所要先看到是你是毋是有信心？你是毋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？当耶稣看起这4个人啊，教着这个半心不遂的人，因有信心，所以耶稣安尼讲：少年人，你的罪得到赦免。当耶稣这款的回应，耶稣讲这款的话，对这4个朋友，甲对这个半心不遂的人，因是毋是感觉满意，也是因感觉非常的失落？咱会通想象，这个时阵，这个半心不遂的人，伊该望会通得到，这4个朋友该望会通看到的，敢毋是身躯得到医治？总是耶稣讲，你的罪得到赦免。但耶稣这句话，有可能互这个半心不遂的人，甲伊4个朋友感觉失落。像是这句话也引起在场的一寡宗教领袖。圣经讲，这个经学士，也是讲文士，就是专门研究旧约律法的人，引起因的受气。因的受气是认为讲，只有独一的上帝会通赦免人的罪。人若犯罪，需要通过祭司来献祭，来恳求上帝赦免。这是当初时因的宗教的做法。总是这个时阵，耶稣伊无经过祭司，无经过其他的献祭。伊直接就宣布，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这是等于咧宣告，伊家己本身有甲上帝同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，这经学士，这捌旧约圣经，这学者，因的心内不平，因的心内议论，讲这个人太讲话讲这款的，伊毋但是讲毋着话，伊甚至讲亵渎上帝的话，因为除了上帝以外，啥物人会通赦免人的罪啊？因这种心内议论，严格来讲，并无差错。确实，只有上帝会通直接赦免人的罪。先知也好，祭司也好，其他所有上帝罗卜也好，因若赦免人的罪，毋是直接有这款的权柄会通赦免人的罪。因只有奉上帝的名，上帝授权予因。因照这款的权来赦免人的罪，但是这个时阵，耶稣却直接讲：少年人，你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，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，耶稣的确以这个时阵讲的是一个亵渎上帝的话。总是，如果耶稣若毋是干那一个人，上时伊也是上帝，那呢，当伊直接来宣布赦罪。这是自然而然、正正当当、庄严、上时诚信的一个宣告。耶稣直接宣布罪得到赦免，凸显一个问题：到底耶稣是什么人？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货？耶稣若是一个人，若是干那是一个人，那安尼伊做这项代志无适宜。总是如果耶稣毋是干那一个人，毋是。只是伊一个人尔，伊是道成肉身，成做人的款式。总是伊的本质甲上帝是共款。那呢，无疑伊伫地面上有这款赦罪这款的权柄。赦罪权柄，拄拄是耶稣基督咧传上帝国福音中间介重要的一个使命。是洗约翰为着人行洗礼，只有会通引带人来悔改，做备办。将人通过这个悔改认罪来听候上帝对着因的赦免，总是耶稣基督传上帝的福音，比施洗约翰更进一步，伊会通直接来宣布罪得到赦免，因为伊是基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是圣囝上帝。当耶稣对这个半心不遂的人讲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拄拄是咧实践伊所传上帝国福音的一个使命。伊伫人灵魂深处的罪，所以对着这个文士经学教师的要义，耶稣用因家己的话来为着家己做辩护。伊讲：恁家己承认只有上帝会通赦罪，那呢，我会通证明我有赦罪权柄的时阵，
恁是毋是相信我就是上帝的囝？但要安怎来证明？耶稣这时阵用一个比较的方法，伊对这个半心不死的人讲，或者对伊讲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；或者对伊讲，起来，摕你的床铺来行路，倒一项较容易。宣布罪得到赦免，这是用嘴唇宣布，无法度马上看出什么款具体的结果。若是吩咐这个人起来行路，是马上有目睭的人，拢会通来检证，有就有，无就无。显然，伫眼前这款的情况下面，吩咐这个人起来行路是比较困难。若是如果吩咐这个人起来行路，这个信念真正来出现，那呢，耶稣宣布这个人罪得到赦免，也已经完成。我即句话讲，如果伫耶稣的吩咐下面，这个半心不死的人真正起来行路，那呢会通证明耶稣毋仅是有医治的权柄，上时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咱内在人生的生命的经历来讲，医治身躯比恢复心灵较容易。因为一般医生拢会通帮人治病，但是一般医生袂通赦免人的罪。总是如果对外在自然生命经验来看，医病比赦罪更较困难。无一个外在记号会通用来立即马上来检验，到底这个半心不遂的人是毋是罪真正得到赦免？这个内在经验，咱毋知。总是在场的人。无论是相信耶稣的，无相信耶稣的，因拢会通马上检证，马上看到，到底这个半心不遂的人是毋是真正会通起来行路？伫这个现实的世界中间，会通马上看去耶稣所拥有的权柄是毋是真的？病得到医治的信念，通讲是一个直接检证的方式。信念有时阵英文界翻做是 sign。就是讲，伊是一个记号，一个外在记号，互人会通看见上帝稳定的权能。但为着要证人，为着要对证人来证明耶稣确实有这种赦罪的权柄，耶稣就对迄个半心不遂的人讲：“我吩咐你起来，摕你的床铺倒去恁兜。”但迄个人随时就起来，然后摕着伊的床铺，伫众人的面前，伫众人目睭前见证下面，伊行路。这人身躯得到医治，上时也成做伊罪得到赦免的一个证明。诗人伫诗篇内面有讲一句话：上帝恩典不止大，上帝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上帝也要医治你一切的病痛。耶稣基督为着咱所被办的救恩，毋仅是身躯的病痛得到医治，咱内心的罪恶会通得到赦免。上帝为着咱所被办的救恩，是咱整体的生命，包括咱的灵，包括咱的魂，包括咱的体。众人拢有看到这个信念，所以非常的着惊。这的文士、这经学士，因嘛非常的着惊，总是。一个人会通对着信念着惊，无因为安尼，伊就的确相信上帝。信念是一个外在记号，对着这个记号，人会通有真侪无共款的解说。耶稣通过伊所行这个信念，显示伊有医治的权柄，也证明伊有赦罪的权柄。但是，毋是所有人拢因为安尼来认定伊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佫较无一定会通因为安尼的缘故，因着悔改认罪。人爱看信念，总是人无爱悔改。但耶稣因为这四个朋友的信心，宣告这个半心不遂的人得到赦免，总是因为这个文士怀疑伊有赦罪权柄，所以吩咐一个变衰的人起来行路。证明伊毋仅是有医治的权能，上时有赦罪权柄。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，伊用一句话，伊讲：“我是人子，
人子伫即个世间有下侪权柄，咱特别爱去注意即个所在所讲的人子。伫马可福音书拢总有14届，用即个头衔人子来出现耶稣伊家己对着家己的称呼，对着这些犹太人捌旧约圣经的犹太人，因知即个人子即个字有真侪赞处的意义，介无伊有3层的意义。第一个，人子就是指一般的人，人拢是人所生的囝，所以是指一般的人。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安尼讲：上帝毋是人，袂讲白贼，嘛毋是人的囝，袂递到伫后悔。上帝讲话敢无照安尼行？伊发言敢无要来成就吗？这个所在所讲的，是将上帝甲人做一个清楚的对比。人子伫遮所出现的，就是指人。诗篇第80篇第17节也安尼讲：愿你的手扶持你正平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坚固的人子。咱看起即个人甲着人子是相对应，就是讲人子就是所指的人。这是第一个赞处，伫旧约圣经中间，咧讲到人子的时阵，伊一般性的意义。总是到伫以西结书开始有一个意义的一个转变。以西结书内面，上帝称以西结人子，那是人，是上帝所拣选要做耶罗波的人。以西结书第3章第17节讲：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就听我嘴的话，然后替我来警告因。以西结书规本册内底出现100几届人子这个字，上帝拣选以西结这个人，然后提醒伊，称伊是人子，要甲伊讲，你是一个人，总是你会通用上帝的罗卜的身份，遵照上帝的话来行，来彰显上帝的权能，来成就上帝所要完成的计划。这是伫以西结书中间所讲的人子，伊是上帝所拣选来做罗卜的一个人。到伫但以理书进一步也讲到人子，这个人子有终末拯救的意义，像是甲上帝的国度关联做伙。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，通常这段经文被用来描写基督。这段经文安尼讲：我看去有一个亲像人子的，搭着天顶的云来，伊得着权柄、荣耀、甲国度。互逐方、逐国、逐族的人拢来侍奉伊，伊的权柄是永远袂会废去，伊的国也永远袂败坏。这个亲像人子的所指的是上帝所拣选的罗卜，上时伊要成做统治全地、建立上帝国度的一个罗卜。当耶稣称家己是人子，伊有包含这3层的意义。一方面，人子咧表明耶稣伊是一个人，伊是上帝所差遣到世间的一个人，伊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人。第二，伊来到这个世间是要做上帝的罗卜，来彰显上帝的权能，成就上帝救恩的计划。然后到底有一天终末的时阵，伊的确要找到云彩，搁再来到地面上来建立上帝的国。总是除了这3层的意义以外，当耶稣咧讲人子的时阵，伊有这个人子非常特别的含义。耶稣讲，人子来，毋是要受人服侍，是要侍奉人，上时舍弃家己的性命，来成做济济人的赎价。耶稣非常清楚，伊做上帝的罗卜，伊是上帝的囝，来做上帝的罗卜，成做人的款式。伊伫这个世间，伊所要做的代志，像是伊知要实践上帝的救恩，大生有一个关卡，的确爱经过，就是受苦。人子耶稣伫十字架顶爱舍弃家己的性命，才会通互伊的性命成做赎罪的代价。上帝国福音也因为这款来传扬上帝的疼。到伫末日，世间人要看起这个人子坐伫全能上帝的大屏。带着能力甲荣耀，用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的身份，搁一届降临，
但是得到这个荣耀进前，耶稣必须要经过的一条路，就是十字架道路。无经过这个十字架道路，救赎未通完成。这是伫旧约圣经中间，咱未通看到人子这个用法，总是当耶稣咧讲伊是人子的时阵，伊非常清楚安尼来讲，我做一个人子的意义是虾米话？耶稣是上帝囝，正做人的囝。伊用人的囝，用人子的身份来传扬上帝国福音。伫人子的身上，伊彰显出上帝的囝的荣耀。人子耶稣也来到这世间，呼召所有人的囝，所有的人子，要拯救因，互因会通成做上帝的囝。这是福音书中间，互咱看到的一个整个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囝，神子成做人的囝，人子。是要互世间所有人的囝人子会通成做神子上帝囝。人子耶稣有下侪权柄，也有伊的权能。这种相同的权能来表明伊有神性。伊的是权能伫咱的身躯，那下侪是权能伫咱的灵魂。那是上帝予咱的救恩，是包括咱完整的一个生命。上帝所关心的是伊所创造的人整体的生命。下罪伊伫相同的彰显，是来显示人子耶稣伊成做救主，伊的拯救的全面性，甲着伊的权威性。当耶稣宣告下罪，也用伊的果效来印证伊的话的时阵，伊也是证明伊家己拥有甲上帝同等的权柄，伊也要显明上帝一听，安怎通过伊所传的福音，会通进入到伫每一个较无伊的稳定。人的生命内面，会通改变因生命的处境，亲像伊改变一个半身不遂的人生命处境一样。当耶稣吩咐这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你起来，摕你的床铺起来，倒去你的厝。”耶稣的吩咐是要求这个半身不遂的人，你得爱做一个回应。对着一个长期半身不遂的病人来讲，这款的要求是敢若看起来无合理，已经倒遮尔久啊，开通一个手就起来。总是咱看见这个故事中间，这个半身不遂的人，伊回应耶稣对着伊所讲的话，伊无张毒，也无怀疑，伊马上回应耶稣的话，用具体行动摕伊的床铺伫众人的面前起来行路。伊用积极行动来回应耶稣基督对伊的吩咐，对伊的命令，这是显明伊对耶稣的权柄的信心。伫伊被带到伫耶稣的面前进前，伊的处境是非常的绝望。通我讲，无啥物款五望的人，就是当伊听去耶稣即款的宣告，毋但是宣告伊的罪得到赦免，佮吩咐伊起来行路，伊的生命因为即款的缘故，通得到改变。当伫当初时，遮个群众亲目睭看见即个新约，这是因过去所毋捌看见的，所以因也不知条件。因归荣耀给上帝，这款的反应，拄拄显明新约做一个新约意义。耶稣若行新约，毋是要点封神；耶稣毋是干那要医治一个人来讲，我是一个会通医治人的医生。耶稣是通过这款的医治，要进入到伫更较深人性的层次，来证明人的罪会通伫伊的话中间得到赦免，来证明上帝的拯救。会通临到伫人整个生命内底，互人通看见上帝荣耀，通将荣耀归于上帝。在场下除了这变衰的人，甲伊的朋友，甲这一般群众以外，还佫有一寡文士，就是这议论这文士。这文士因亲耳孔听见耶稣的讲道，因亲目睭看见群众对耶稣的拥护，总是因的内心一直咧质问耶稣。是毋是有下罪权柄？所以随望亲目睭看见耶稣所行这个新约，并无来改变因内心已经年久月深、根深蒂固的宗教的想法。因无因为看见这个新约，听见耶稣的讲道来改变因家己，反倒等因变本加厉，因想办法要将耶稣除掉。马可福音书第2章第1节到12节这个故事，你考验着咱对耶稣的信心。
咱是毋是相信耶稣有下罪权柄？咱是毋是相信耶稣有医治的权能？咱对着耶稣的信心，是毋是干那咱理性上的认知，总是咱无法度来产生具体回应的行动？真正信心总是会带来行动，具体行动会帮助咱经历耶稣的权柄，甲伊的权能。但一个半心不随，甲着伊的朋友，因带着信心，也将这个信心采取具体的行动，互伊真正通得到病得到医治。今仔日咱若回应耶稣基督伊的权柄，咱无需要跳到别人的厝顶，咱会通过这项事来采取咱的行动。咱会通过祈祷，将人带到伫国外主耶稣的面前。信心是啥物货？信心就是利用具体行动、具体祈祷来回应耶稣拯救的权能。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到底是啥物人？这个是所有神学家一直在问的问题，这个嘛是所有基督徒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。这个有权柄会通赦免人的罪的耶稣到底是啥物人？这个有能力会通医治人的病痛的耶稣到底是啥物人？这个会通靠着伊的嘴所讲的话改变人的生命耶稣到底是啥物人？袂少的知识分子，因讲我相信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，看见耶稣所讲的言论，耶稣真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、伟大的道德家。总是我袂通相信伊就是上帝，是上帝的囝。C.S. 路易斯，伊曾经就是这款的知识分子，所以这个问题，耶稣到底是啥物人？这个问题也互伊一世人感觉非常的迷惑。到底耶稣是啥物人？后来，伊对这个问题伊有想通，伊安尼讲：，说算啊，一个人，一个纯粹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人，伊法度讲出耶稣所讲的假事，那呢？这个人绝对不是干那一个伟大的教师、伟大的道德家。伊若不是小的，伊就是魔鬼。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这个耶稣，伊若不是上帝的囝，你会通断定伊是小的，甚至比小的更较不如的一个魔鬼。你会通将伊当作是小的，莫去插伊。你甚至会通甲伊当作是魔鬼，甲伊配喙烂，甚至杀伊死。总是你嘛会通做一个选择，你会通跪落伫伊骹前，称伊是主，称伊是上帝。咱会通做这款的选择，总是咱千万唔通自欺欺人，讲啊，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，总是伊唔是上帝囝，伊唔是道成肉身，伊只不过是一个人，伟大的人尔。但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对咱的信仰是一个挑战。要挑战咱是毋是相信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，或者你是真心相信伊是人子，也是神子，伊是人的囝，也是上帝的囝。伊有赦罪的权柄，伊会通赦免你的罪；伊有医治的权柄，伊会通医治你身躯的病痛。当你将这个耶稣当作是你的救主的时阵，当你真实相信伊赦罪的权柄，伊医治的权能的时阵，伊毋但是会通赦免你的罪，互你的灵魂得到清气；伊也会通医治你的身躯，互你的身躯得到健康。你凭着信心来向伊求讨，因为这是伊的福音所要予你的。但亲爱兄弟姊妹，在这个故事中间，嘛，互咱来思考你的生命。你的信仰的路程，是毋是干那永远孤单你家己一个人在行？也是你有一寡有信心属灵的朋友，当你拄着人生低潮的时阵、困难的时阵，才会有信心的朋友会通帮助你，将你带回到伫耶稣的面前。这个故事嘛，互咱来思考，咱是毋是也有这款慷慨的心，会通真做别人信心属灵的朋友，当你的兄弟，当你的姊妹，当你捌的人，也是毋捌的人，
拄着因生命的困境的时阵，你会通将这个人通过你的信心带到伫耶稣的面前。愿咱拢会通成做别人信心属灵的朋友。愿咱拢会通真心伫咱的心告别耶稣，你真正通赦免我的罪。耶稣，你真正会通医治我的身躯。耶稣，你真正会通带来我生命的拯救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，将上帝国福音传予阮。这个福音应允阮，悔改来相信的人，罪要得到赦免，身躯要得到医治，整个的生命会通进入上帝国度。阮欢喜来领受这个贵重恩典的福音。阮来到伫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恳求你赏赐你救恩予阮，予阮中间心内有缘互罪苦楚的人，今仔日因得到赦免；阮中间身躯病痛的人，今仔日因的身躯得到医治，对你来医治。赏赐阮的生命有属灵的朋友，予阮伫人生低潮的时阵，因会通成做阮代祷的勇士，将阮搁一摆带回到伫你的面前，也搁较帮助阮，会通成做别人属灵的朋友。当因软者时阵，阮会通将因带到伫你的面前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将你的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，将你的囝耶稣基督来做阮介好的朋友。安尼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最后。